天给这是的大家好，天里俺做落针送去吧，写给吧，写的这个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30课告别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但有聚必有散。当您完成西藏之行，离开西藏时，我想您一定会这个地方有所留恋。那么，最后就让您用几句藏语来表达您对这个地方的眷顾之情吧。说起告别，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再见”。再见用藏语怎么说？结束，结用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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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顺利用藏语怎么说？巧啊，拦住，永远说，一切顺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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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他，气不恰下，我这人多，不走了，我该走了。他，气不恰下，我这人下，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他，气不恰下，我这人多，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当你的朋友依依不舍地来送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客气地对他说：“不要送了，请回吧。”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给那米贵，亚了，佩他，不要送了，请回吧。给那米贵，亚儿佩他，不要送了，请回吧。给那米贵，亚佩他，不要送了，请回吧。给那米贵，亚佩他，不要送了，请回吧。我们在告别的时候还经常这样说：“请以后常来啊。”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姐嘛，杨思，佩雪啊，请以后常来啊。姐嘛，杨思，佩雪啊，请以后常来啊。姐嘛，杨思，佩雪啊，请以后常来啊。明天我到机场送你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是你，你。那么就谈了，尴尬杨雪，明天我到机场送你。生意你那么就谈了，尴尬杨雪，明天我到机场送你。生意你那么就谈了，尴尬杨雪，明天我到机场送你。朋友互相告别时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祝你一路平安”。祝你一路平安，用藏语怎么说？佩布拉姆拉，古苏，图家，祝你一路平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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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还经常说这样一句话：别忘了给我打电话。别忘了给我打电话，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俺啦，卡巴尔，给不？马吉吧，那啊，别忘了给我打电话。俺啦，卡巴，给不？马吉吧，那啊，别忘了给我打电话。俺啦，卡巴，给不？马吉吧，那啊，别忘了给我打电话。俺啦，卡巴，给不？马吉吧，那啊。别忘了给我打电话。朋友来送你了，最后你还得说声谢谢您来送我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我给个佩巴了，突起起，谢谢您来送我。我给个佩巴了，突起起，谢谢您来送我。我给个佩巴了，突起起，谢谢您来送我。我
깨가 페바라 투지치 谢谢您来送我。西藏的这些朋友对你那么好，你肯定不会忘记他们的。那么我想你肯定会对他们说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예, 케초, 제바, 민도.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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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我们学习了与别人告别时常用的一些句式，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重点学习4种句型。下面我们根据重点句型进行替换练习。第一种句型是该怎么怎么了，卡里卡里忍下。例如，该学了。落重且忍下，该学了。落重且忍下，该学了。该完了。这么这忍下，该完了。这么这忍下，该玩了。该吃了。卡拉撒忍下，该吃了。卡拉撒忍下，该吃了。该走了。着忍下，该走了。着忍下，该走了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。第二种句型是不要什么什么什么。马卡里卡里糖。例如，不要走。满住糖，不要走。满住糖，不要走。不要说。马血糖，不要说。马血糖，不要说。不要忘了。马切吧，K 糖，不要忘了。马切吧，K 糖，不要忘了。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。第三种句型是，请以后再来什么什么什么。解锁卡里卡里配说。例如，请以后再来商量。解锁取读难嘎配说，请以后再来商量。解锁取读难嘎配说，请以后再来商量。请以后再来教我们藏语。解锁俺错了회개 lớp가配说，请以后再来教我们藏语。解锁俺错了회개 lớp가配说，请以后再来教我们藏语。请以后再来拉萨。解锁拉萨了配说，请以后再来拉萨。解锁拉萨了配说，请以后再来拉萨。请以后再来西藏。解锁佩拉配说，请以后再来西藏。解锁佩拉配说，请以后再来西藏。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。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，由成都飞来本站的退税照给我了，口罩进来了，送进啥些？钱赚钱，那老着人些。这给送俺了钱了，这也忙拿去，我呢都去学菜面。可吧，其他人我都是吃了，这也忙拿去。俺最其他的呀，都去学菜面。俺今个节了，看他们吃，俺了些碗拿了呢。俺最给的给，其他中间清楚拿了的节了，
먼저 정세부터 지금은 삼촌의 지가 제阶段이 먼저 통로 주고 야고 봐. 계속 예바투 탑시단에 비진나 필요아. 그 뒤도 니 계속 쓰고나 들어需求啊. 영아, 가den스를 내려나. 가den스를 내니지.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，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。숨주바第30 숨주바第30 숨주바第30 숨주바第30携给告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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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차와 남주용一切顺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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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치부 차迟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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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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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以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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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养思在经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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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피블람라 구수 독자一路平安 피블람러 구수 투자一路平安 피블람라 구수 독자一路平安 피블람러 구수 투자一路平安 마치바 기不要忘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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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주두루 且商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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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롭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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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弱拿帮助 掐弱拿帮助 强弱拿帮助 掐弱拿帮助 儿子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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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개 능기 맞지 没关系 개 능기 맞지 개 능기 맞지 没关系 개 능기 맞지 没关系 闯四吧乡里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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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细当想办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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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카덴 츠라 네바 一言为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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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着我们告别这一课的结束，我们走进西藏这个课程全部都结束了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，
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西藏的风情文化，还让我们掌握了跟藏族朋友交谈的基础语言。如果您有机会到西藏旅游或者生活，相信我们教给大家的这些语言和知识，一定能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这个伟大的民族和这片神奇的土地。好，最后让我们用最真诚的祝福和大家道别。 Thank you.